宣调，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。唱歌俄罗伊的名的荣光，用俄罗话来显明伊的荣光，就对上帝讲：你的所做遐尼通惊，因为你的大权能，你的对敌要降服你，全地要敬拜你，吟诗俄罗你，要吟诗俄罗你的名。现在，请咱备办好咱的心。咱要三个做伙来祈祷。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因为我若是离开你，我就无能为力了。恳求主你的灵来引带我，透罗卜会当虔诚的带领着你的这个百姓，无论是伫美国，还是伫台湾。或者是伫任何的所在，我要做伙来做礼拜。胡萝卜今仔日来宣扬你的福音，胡萝卜会通遇到遐个伫听候仰望上帝的人，来传达主你的真理甲恩典。那美国总统的大选虽然已经结束，总是对伫这回的这个宣布，出现了真大这个争论。虽然是司法单位已经介入这个调查，总是还阁是无这个水落石出。不管是机械还是人为因素，原拢需要这个真相。亲爱的阿爸父上帝，恳求你来掌权，求你用着公义的手来介入。竞选出这个合上帝心意的总统来治理美国，但我实在是真无爱愿意看到美国200多年来这个民主制度，有遐个极端分子，有什么人来这个吞达？阮所爱的是公平，主，阮所爱的是这个真相。但今日阮阁一摆透过这个 YouTube 网络的礼拜。要来敬拜俄罗斯，恳求主你的人民，和今仔日所有参与这个网络礼拜的乡亲兄弟姊妹，做伙用着心灵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的名得到荣光，互阮每一个人拢会通成做上帝赐予管道。虽讲美国本土这个肺炎病毒的疫情，也阁是非常的严重。听这个传说讲，病毒的这个疫苗对12月份就要开始来实施，可能要到明年的3、4月啊，全美国才会通完全来注射完毕。但伫这段时间内，也有可能会阁爆发出几波的这个病毒疫情的高峰，也无一定。恳求主你继续保守着阮每一个人身躯的健康，互阮专心来挖靠主你的保护，继续做好个人的这个防疫的这个责任。现在恳求主先来洁净萝卜的水，圣神也来教导阮每一个人的心思甲阮的意念，互阮有蒙恩的一个主日。但阮诚心会感谢祈祷。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
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以赛亚37章第1节到第4节，以及14节到20节。第1节，希西家王听见，就扯离伊的衫，穿麻布入耶和华的殿，找管家的以利亚敬，甲书记舍伯那，甲祭司中的老辈，拢穿麻布，去见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，对伊讲：希西家安尼讲，今仔日是患难、责罚、凌辱的日，是亲像囡仔要出世，也无力通生出。检察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听见拉别山基的话，就是伊的主亚述王，找伊来侮慢永活上帝的话。检察耶和华你的上帝，为着这个话，就要责备伊，所以求你为着夭春的百姓出声祈祷。14节，希西家对使者的手接着批读伊，希西家就上去耶和华的殿，将批摆伫耶和华的面前。希西家对耶和华祈祷讲：这是基路伯的中间万军的耶和华，以色列的上帝啊！独独你做天下万国的上帝，你捌创造天地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压耳孔来听；耶和华啊，求你开目睭来看，就听西拿基立一切的话，是找使者来侮慢永活上帝的。耶和华亚述这个王，个人互列国甲伊的地变做趴荒，也将伊的上帝ฮ็伫火里，因为因毋是上帝，是人的手所造的，是差的、少的，因就接的因。耶和华阮的上帝啊，但求你救阮脱离伊的手，互天下万国拢知独独你是耶和华。这是上帝的话。读这本册甲遐的预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，真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了。阿们。报好消息，传平安。消息传平安，报福气，传救恩，做这安公，你的上帝做王啦，做王啦。好消息传平安，报福气，传救恩，会做这安公，你的上帝做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路亚，一人的脚就山顶到这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路亚，一人的脚就山顶到这水。消息传平安，报福气，传救恩，会对些安公，你的上帝做王啦，做王啦。
消息，愿平安，有福气，愿救恩，会对谁安公，你的上帝做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路亚，一人的脚就山地到这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路亚，一人的脚就山地到这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路亚，一人的脚就山地到这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路亚，一人的脚就山顶到这水。消息，愿平安，有福气，愿救恩，做地安公，你的上帝做王吧，做王吧。有消息，愿平安，有福气，愿救恩，做地安公，你的上帝做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路亚，一人的脚就山顶到这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路亚，一人的脚就山顶到这水。愿平安，有福气，愿救恩，会对谁安公，你的上帝做王吧，做王吧。有消息，愿平安，有福气，愿救恩，会对谁安公，你的上帝做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路亚，一人的脚就山地到这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路亚，一人的脚就山地到这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路亚，一人的脚就山顶到这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路亚，一人的脚就山顶到这水。有消息，愿平安，有福气，愿救恩，做地安公，你的上帝做王吧，做王吧。有消息，愿平安，有福气，愿救恩，会对谁安公，你的上帝做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路亚，一人的脚就
山顶到这水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路亚，一阵人的脚就山顶到这水，好消息传平安，讲福气。传救恩，会对些安讲，你的上帝最王啦，最王啦。好消息传平安，讲福气，传救恩，会对些安讲，你的上帝最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路亚。人的脚就山顶到这水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路亚，一人的脚就山顶到这水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路亚。一人的脚就山顶到这水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路亚，一人的脚就山顶到这水。亲爱的乡亲、时代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大家平安。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，这个快速的这个拓飞，那真是叫咱全世界拢来停落来，去思考一个问题：什么是生命中的优先的价值呢？所以大家拢总认为，在这个时阵，健康比一切这个经济活动更加要紧，所以大家拢愿意。留伫厝内做这个居家隔离，来挺好这个灾难的过去。不过呢，在这个时阵又搁发生一件这个非洲人、黑人这个弗洛伊德受到白人的这个脚头给逮死，所以爆发出这个人权运动的游行。这个群众意识到。这个时阵社会公义，那亲像还阁比这个健康更较要紧，所以因唔惊伫这个群众聚集的中间，可能会带来这个病毒的这个交叉、感染的危险，所以大量来投入到这个抗议的这个行列的中间，因大部分拢无挂口罩，所以今仔日。咱要来谈论犹大国，有一个好的国王，叫做希西家。当伊面对这个亚述的使者的这个威胁，伊却选择静静无讲话。伊无讲话，并不是代表伊有真强盛军队来面对这个敌人的这个挑战，也毋是代表着伊本身是一个真勇敢的人，毋惊对着的这个威胁。以色列甲犹大的这个真正国王，真正有重视上帝的这个先知的。有时阵甚至佫将这个先知是当作这个眼中钉啦，无愿意来听探先知的话。总是希西家无亲像以前的王，希西家伊真重视上帝，嘛真看重上帝的这个先知。所以当伊面对投降，甲无要投降的这个选择，希西家形容这是一个极难、折发、凌辱的日子。就那就是负责人伫要生产婴儿的时阵，哇，却无气力来生产，迄是一种换来死去极其的这个痛苦。对希西家轻视先知的话中，以及后来伊看到亚述王这个批信了后，伊所做的祈祷，
咱拢看到上帝伫希西家的心中，永远是摆咧伫第一个优先的地位。希西家关心注意到耶和华的名，伊恳求上帝来保护，并毋是只为着家己的本身，甲犹大国的安全尔定，乃是为着要互这个万国万民拢知影独独耶和华是真神的。那么，这种尊主最大的心，实在是咱应该今日要学习的这个功课。希西家知影，伊所遇到这个困难是超过伊的能力，但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求上帝来帮助伊。所以，伊就带着伊家己本身的问题来到圣殿，伊祈祷讲：今仔日毋单单只有是急难的日子，毋单是只有这个凌辱的日子，今仔日还阁是责罚的这个日子。这个急难是对大环境遐来的，那么凌辱就是对方用这个语言来甲伊侮辱，这个责罚就是上帝管教。遇到这个难题，希西家无怪罪伫这个环境，伊无怪罪伫这个对敌，伊只有是家己一个反省。伊知影，伊所遇到即款的代志，是因为咱做了无讨上帝所欢喜的代志。有真侪时阵，咱遇到困难的时，拢会对上帝的埋怨讲：我主啊，为什么我会去遇到即款的这个紧急佮困难的代志呢？主啊，你看，因迄款的对我的侮辱，总是咱除了看到环境的急难，看到对方的侮辱以外，咱竟有学到一寡功课嘛。比如讲，我遇到这个代志，是因为我做了错误，这是我的责任嘛。那就是代表出代志了后，伊知影上帝互伊遇到这款的代志，是因为伊过去去抢夺别人的某，代表承认这是伊的毋对。总是扫罗呢，扫罗嘛做真侪无应该做的代志，毋过呢，扫罗拢怪罪别人，是因为是对着愈来愈多嘛，是因为百姓拢走了了嘛，是因为撒母耳你受万来嘛，所以拢是别人毋对，毋是伊的毋对。所以咱就爱去学习希西家。毋通行这个扫罗的道路，去遇到困难拢是怪罪别人。咱来学习希西家，伫我的困难内面，为遐来反省，是咱本身的责任。然后，你就要经验到上帝这个怜悯。在旧约中间，这个创世纪有提起，当人罪恶满满，上帝透过大水要来毁灭整个大地。上帝伫这个灾难中留落这个出的百姓，就是拿阿一家口8个人。上帝透过这家人，就来完成伊的这个心意。伫新约的部分，罗马人书提起，以亚的时代也是一个背逆，离开上帝远远的时代。以利亚伫迄个世代挺身而出。上帝神伫伊的身躯顶，伊就勇敢出来，面对亚哈、亚西别，为着上帝荣耀来征战，总是伫这个伊的心内，却一直有这个孤单的感觉，所以上帝就安慰伊讲：毋单单只有你一人呢，得为着主来大发热心，我阁留落7000人。是无这个巴力来跪拜。上帝伫每一个时代，拢有拣选一寡人为主来征战。咱需要将即款的人对稳重的所在，甲因带出来，甲因领出来，并且结连做伙，同心祈祷来呼求，互上帝阳光搁一摆倒转来咱这个人间的中间。上帝拣选咱。要叫做伊的囝儿查某囝，将这个末世所存落来的百姓，目的
毋敢是只有为着要互咱蒙恩得救，上帝要互咱佫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任务。上帝讲吼，犹大家逃脱所剩落来的犹原要往下定根，向上结果子。所以将咱留落来，就是爱咱会当结果子。咱爱伫上帝话语来定根，伫基督内面来生根建造，互咱的根基坚固，向上来结果子。上帝要互伊的教会有气力结这个果子，并且做基督的精兵，会当为主来拍好的征战。上帝伫这个索多玛、蛾摩拉这两个旧的城市留落路得半个家庭，因虽讲存留落来，总是呢，因犹原只是为了国人来活尔定。伫这个家，无真正最正上帝所拣选、所剩落来这个百姓，上帝是未甲计划，也无都伫这个家庭来成就。圣经讲吼，若无有异象，百姓就放肆。那伫这个时代有异象，伊起做大船，所以当这个大船起好，因全家拢进入去大船，后来得到救。咱毋通叫做一个无异象的这个所剩落来这个百姓，若无就会放肆，会帮盘，会散了了。那边领受到上帝异象，传承上帝使命，就亲像尼希米一款。虽讲伊身伫外国最王的这个酒政，总是伊完全关心上帝国甲上帝的百姓。我较过头伫伊家己本身的地位甲这个前途，当伊定义要看见上帝的荣光，倒转去到因的中间，所以就倒转去耶路撒冷传授异象，调集百姓来做伙同心起造这个城市、城墙，来修理这个城墙，就是受到恐吓，因犹原是一手摕兵器，一手来做工。到尾就将这个城墙来修建完成。所以每当咱面对人生的重大时刻，上帝爱咱所做就是凭着信心来倚靠伊。咱需要谦卑来到上帝面前，追找伊来帮助。但虽然伫这听候的过程，犹原有征战佮惊赢，总是希西家有一个转变。以前拢是请先知以赛亚来为着来祈祷，总是现在呢，伊家己通开声向上帝来呼求了。伫希西家身躯顶，圣经启示咱有一条这个及时的这个出路，就是伫人的面前爱安静，伫上帝面前爱去呼求。所以当这个亚述大军浩浩荡荡来到耶路撒冷示威的时，咱通想象犹大国是一片的混乱，大家拢真惊呀。希西家法律证人，这点拢都安静落来，唔通去做回应，通去到主的面前向主来呼求，互人的声音安静落来，互主上帝作为要彰显出来。咱虽然无能为力，不过咱的主却是满满有气力的。所以呢，咱看见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，上帝亲自来介入，上帝亲手来这个接管，伫一夜之间，由我的使者进入去对着这营寨内底，杀死了185000人。伫最紧急的患难中，互咱灵魂精英，互咱灵魂醒悟，搁看见上帝伫掌权，互无可能的叫做可能，或者上帝最大的荣光。伫这个关键的时刻，安静，唔通灰心，要继续呼求天父上帝。
面对这个对敌的这个踢球的时，面对对敌的攻击的时，咱选择要安静，唔通灰心。咱坚持一手做工尽咱的本分，一手就会记咧摕兵器向上帝来呼求。但上帝的工作一开始，互咱感觉就是无可能啊。不过一段时间了，哎呦，感觉足困难呢。到最后呢，主所做成啦，主甲伊完成了。所以对这个无可能、太困难，到主的所做成。拢是上帝的作为，上帝的荣光。互咱通做的就是，只有伫每一摆这个艰难的中间安静落来，回头仰望上帝，无受环境的这个影响，毋通灰心，继续尽咱的本分，继续做咱应该做的代志，继续呼求天父上帝，伊就要显出这个大权能来。所以，伫这个关键的时刻内面，咱就爱开声为着美国、为着台湾的祈祷。所以，当咱开声学落的时，往下定睛，上帝就要互咱向上来结果子。所以，每一个人拢伫这个时间点有份。所以我相信，上帝呼召更较侪这个所存落来的百姓，要来影响这个世代。这点依然。有真侪遮的兄弟姊妹是照着上帝互因的智慧、资源、影响力，无灰心的，伫各人的这个岗位顶悬，做咱应该做的代志。咱甲其他的人拢着安静，用基督来托调因。你会记得当这个约书亚伫山骹咧奋斗征战的时，有真侪人伫山顶。用基督甲因来做伙征战，因为因毋是孤单的，真诶拄拄在继续进行哦。咱拢是被拣选的，咱为伫即个末后的世代活出上帝的荣光，互世间人看到，最后我真正伫人的国中来掌权的。咱来最后说嘛讲哦，我毋是对恁讲过吗？恁若相信。就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嘛。但现在咱处在伫这个瘟疫严重破开的中间，咱检察会感觉到咱真无助，毋知要如何是好，因为咱拢随时随地有可能有这个病毒所感染着。但咱应该关心的，毋是伫这个生命的长甲底，乃是在伫这个地面上。咱是不是有好来完成上帝创造咱，并且透过咱所得要成就这个代志，这较要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毋免带着一粒这个危险的心来进入这个冤枉路，因为咱实在是毋知影要如何来向迄个听咱的主来交涉。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这个瘟疫的威胁的下面。咱得回头仰望主耶稣，毋单单着对伊遐得到属天的平安甲能力，更加是对伊遐领受着上帝透过这个瘟疫、这个太高、这个调剂，要教咱的功课就是爱咱珍惜今仔日，好好的听上帝，好好的听人，以及忠心来行伫主耶稣基督的。大使命来荣光天父上帝，来利益着人。所以面对新的一年，互咱体会到主的心来追随伊的面。当咱诚做主要所基督学生，群体教会，咱的存在肯定是爱来追求，并且活出这种生命优先的这个价值，毋通互世界这个动乱不安来。移转咱信心这个视线，互咱通注目着迄个掌管历史甲应运，常常甲咱同在上帝的身上，重新来调整咱的优先的这个价值甲信念，按照上帝伫咱心中的感动，勇敢踏出咱的安乐修，去完成上帝要互这个使用教会，所以成就伊的使命甲伊的这个使命，
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你唔通做一个旁观者，咱来做一个会当委身 commitment， 伫这个关键的时阵，做出这个关键的这个代志，爱去委身伫这个上帝的这个使命的内面。但现在是最关键的这个时刻，咱唔通做一个旁观者。所以咱大家拢毋是教育的成绩，咱嘛常常会犯着错误。就是我伫遮要甲恁大家勉励吼，爱袂记你背后，爱努力向前，按着标杆来直走。阿们。回应诗歌，袂记你背后，努力向前。眯着目睭，心中感觉着安宁。提开目睭，仰望十字架清影。夜连风寒，静静客西马尼。通宵祈祷，愿天白日的正。夜空清寒，看我孤单，只有自一人。主啊，我愿意跟对着你向前行，坎坷的道路。一片漆白中，对水我自脚正，诚心的依赖，努力行，唔通停顿。举起双手挥别过去的光阴。踏出双脚，进入一个新梦，心中期待美丽遥远的天堂。不等彼路向主切切骨求，夜空清寒，看我孤单。只有自一人，主啊，我愿意跟对着你向前行，努力追求，万山万树看出是我的宝贝。心的依赖，努力行，唔通停步。啦啦哩啦哩啦哩嘞啦啦啦，啦啦哩啦哩啦啦啦哩嘞啦啦。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。啦哩啦哩啦啦啦哩哩啦啦，夜空清寒，看我孤单，只有自一人。主啊，我愿意跟对着你向前行。袂记了背后，努力向着包含日头无回头，标杆伫头前，努力行，唔通停顿。标杆伫头前。努力行，唔
目睭，心中感觉着安宁。天开目睭，仰望十字架青影。夜冷风寒，渐渐客色万年。通宵祈祷，愿天白日的正。夜空清寒，看我孤单，就自一人。主啊，我愿意跟对着你向前行。坎坷的道路，一片漆白中，泪水我自脚领。伤心的一串，努力行，不通停步。夜起双手挥别过去的光阴，踏出双脚进入你的心梦，心中期待美丽遥远的天堂。不等一路向主切切不夜空清寒，看我孤单，就自一人。主啊，我愿意跟对着你向前行。努力追求。万山万树看出是我的宝贝，伤心的一段，努力行，不通停步。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啦。啦哩啦哩啦啦啦哩嘞啦啦，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，啦哩啦哩啦啦啦哩嘞啦啦。夜空清寒，看我孤单，就自一人。主啊，我愿意跟对着你向前行。袂记了背后，路途中着包含日头无回头。甲日头顶，努力行，不通停步。甲日头顶，努力行，不通停步。阿门。放情，这条才咱同心三角来祈祷哦。慈悲疼爱的阿爸爸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。今日我对以赛亚第37章内面，互我来思想，要如何为着这个所存落来百姓来开声来祈祷。但处在这个瘟疫严重拓开的中间，咸菜我会感觉到真无助，唔知要如何是好，因为阮随时随地拢有可能有这个病毒所感染着。
做阮真惊吓。就是阮应该关心的，毋是伫这画面中有长短，乃是在伫阮伫地面上这日子，兼有好来完成上帝创造阮，并透过阮所着爱成就的这代志嘛。主爱阿爸比上帝，当阮孝顺过去一年的这个恩典，阮就知影主你的祝福，真正是超过阮所求所想的。但无论阮经历到顺境还是逆境，阮拢愿意向主你来献上阮的感恩的心，愿主你来坚固阮的信心。继续赐落恩典伫阮的中间，阮大家当诚做会晓感恩的人，嘛会当不断甲四周的人来分享，对上帝你来啊得到恩典。真阿爸比上帝，阮这条预言要为着继续为着美国为着台湾来祈祷，恳求上帝来祝福美国这回这个总统大选的中间。当选出合伫上帝心意的总统来，美国、台湾拢会当平平安安来过日子。阮伫这个所在当心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这个时阵，老师要甲恁祝祷，安祝甲恁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的慈爱甲怜悯，最后所给的恩典，圣神保惠师的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见主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今日的这个网络的礼拜。就要过一段路，望伫后日能够一摆伫空中来见面。愿天父上帝赐福大家拢平安，祝恁感恩节快乐 ，Happy Thanksgiving，再会。